到底乜嘢人可以喺呢一個20年可以行到運嘅一樣嘢，火。假設你嘅八字金水比較多嘅話咧，其實用火嘅機會率咧，亦都會比較大嘅。如果交眉嘅話咧，可能去到你33或者34之間咧，咁亦都係會運氣方面咧，亦都會比較差啲。所以假設如果你話我眉眼又好靚，顴鼻又好靚，咁就代表住你可以喺30去到55歲之間咧，咁就行大運嘅意思。大家好，我唐碧霞，咁我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乜嘢人喺未來嗰20年就行大運嘅意思啊？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，下元九運，下元九運，咁九運咧又屬火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專業嘅詞語。咁大家最緊要一樣嘢，其實無論你九運又好，離為火又好，或者各方面都好，到底我有冇運行咧？咁呢條片就話俾你知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咁就記得要 like 啦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，睇下到底佢喺未來嗰20年咧，到底有冇運行啦？同時，如果有任何問題咧，亦都可以喺下低嗰個留言嘅。咁如果想揾我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 啊，無論係書名睇風水都係可以嘅。咁好啦，亦都提大家，咁就唐碧霞馬年運程書啦，咁已經加入咗第2版啦，咁就喺各大嘅71便利店啦、OK 便利店、書報攤同埋書局啦，亦都有售嘅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。好，事不宜遲啦，咁今集咧就主要想同大家講下啦，喺未來嘅20年，即係我哋2024年去到2043年呢個下元九運，到底乜嘢人可以行運啦？咁通常行運嚟講咧，咁就代表住咧，我哋有啲天時地利人和啦，即係有人講過一句説話嘅，咁就係咧，企喺風口上面嘅豬咧，都係識得飛，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咁就代表住入啱行或者可以跟到一啲嘅時代嘅趨勢咧，咁就自然行到運啦。咁下元九運我哋要分享過好多次啦，咁就下元九運，咁第一樣嘢咧，咁就屬火嘅意思啦。咁火亦都係代表住我哋嘅眼睛、心臟、血液、血管嘅意思。所以假設你從事嘅工作係同一啲眼睛、心臟、血液、血管有關嘅話啦，咁亦都好容易行運嘅。例如一啲嘅心臟科醫生啊、眼科醫生啊，同時一啲靚嘅嘢啦，例如係一啲叫做美容院啊，或者係一啲可能化妝品啊，咁相信大家咧亦都會越嚟越中意一啲外表方面嘅嘢嘅。同時啦，一啲叫做能源啊，或者可能係一啲叫做科研啊、AI 啊，甚至乎咧可能我哋嘅直播啊、網絡嘅嘢、我哋嘅 video、我哋嘅短片咧，都係越嚟越受歡迎嘅。咁當中啦，咁我今日咧就主要想同大家講，到底乜嘢人可以喺呢一個20年可以行到運嘅？首先要行運喺呢20年行到運咧，一樣嘢火。火即係咩意思咧？就係代表住八字可以用火嘅朋友。咁好多時候啦，咁我哋八字有五行噶嘛，五行金木水火土。咁到底點樣先都知道自己可唔可以用火啊？第一，當然你可以揾我算命啦。另外啦，咁其實一般嚟講咧，假設你嘅八字金水比較多嘅話咧，其實用火嘅機會率咧，亦都會比較大嘅。乜嘢人嘅八字金水比較多？例如可能八字多金嘅，例如可能屬雞嘅、屬猴嘅，又或者出世喺一個叫做農曆嘅可能7、8、9月嘅，咁通常嚟講咧，八字咧金都會比較多，甚至乎出世嘅時間啦，咁就係下晝嘅3點去到下晝嘅7點鐘，咁一係就申時出世，一係就酉時出世。如果咁樣嘅話咧，咁八字當中咧金都會比較多嘅。咁因為其實八字當中咧火係克金嘅，特別係如果你本身你嘅八字係屬於庚金日主嘅話咧，因為火係可以克金啦，咁火係可以鍛鍊金嘅，咁所以有火嘅話咧，咁就自然令到你嘅金咧越嚟越好啦。同埋咧，因為咧八字如果可能係庚金特別係身強嘅話咧，咁就好需要有火嚟到鍛鍊啦。有人鍛鍊嘅話咧，咁就自然咧就好似一啲嘅刀劍一樣嘅，咁一定係要攞一啲嘅火嚟燒啦，一定要鍛鍊啦，你先至可以成才嘅意思啦。同時，如果可能一啲叫做八字多水嘅人，乜嘢為之多水啊？可能屬鼠嘅、屬豬嘅，又或者出世喺農曆嘅10月、11月、12月嘅，甚至乎出世嘅時間咁就夜晚嘅9點去到凌晨嘅1點鐘，咁就代表咗亥時出世或者子時出世嘅話啦，咁亦都係代表住八字方面咧，咁可能水亦都會比較多啊。所以成個八字嚟講啦，假設你話可能我屬豬嘅，咁我喺農曆嘅8月出世嘅，咁就可能金水亦都會比較多啲啦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啦，秋冬天出世嘅人咧，其實喺未來嗰20年咧，亦都係容易啲行運，整體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係唔錯嘅。所以只要你知道八字可以用到火嘅話咧，咁就恭喜你啦。咁因為咧喺未來嗰20年咧，無論係天時地利人和咧，都係特別幫到你嘅。同時我哋亦都要留意我哋嘅面相啦。
啦。下元九運我哋嘅離火卦，咁就代表中女嘅意思啦。中女咁就代表住30歲去到55歲之間嘅女性啊。咁呢一種咧，我哋亦都代表住九運女啦，亦都代表住中年女性嘅意思啦。所以假設啦，我哋咧要睇翻我哋嘅面上，我哋面上當中咧，亦都有我哋嘅百歲流年圖啦。咁就係我哋唔同嘅面上，就代表住我哋唔同嘅部位啦。30去到55歲之間，我哋行緊邊一啲部位咧？嗱。30去到40歲之間，其實就係行緊眉眼運啊。所以當你係一個女士，特別係30去到55歲之間嘅話咧，假設你喺呢20年入面，你嘅眉毛生得比較靚，或者眼睛比較靚嘅話咧，咁已經係早着先機㗎啦。點解啊？因為眉毛咧就代表住我哋31、32、33、34之間嘅運勢啊。咁乜嘢人嘅眉毛會比較靚啊？乜嘢眉毛係比較靚啊？眉毛咧最緊要啦，我哋咧就要根根見底啊。咁就要代表住比較清啦，同埋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咧，我哋嘅眉形咧，亦都要比較靚少少嘅意思啊。咁我哋嘅眉咧，就千祈唔好有啲叫做交加眉。交加眉咧，就代表住咧，我哋條眉分開咗兩截嘅。如果交加眉嘅話咧，可能去到你33或者34之間咧，咁亦都係會運氣方面咧，亦都會比較差啲。同埋眉毛亦都係我哋嘅兄弟宮啦，我哋嘅人緣人際關係好唔好咧，同我哋嘅眉毛咧，亦都係息息相關嘅。同時，如果你話我嘅眉尾咧比較散嘅話咧，我哋成日上學方面咧，亦都有一句説話，咁就叫做眉尾散，財難聚啊。咁所以如果眼眉比較散亂嘅話咧，喺你33歲同埋34歲之間咧，亦都好容易一個破財嘅跡象啊。咁所以亦都要特別注意，特別小心啦。同時35去到40歲之間咧，咁就行緊我哋嘅眼睛嘅運啦。所以啦，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噶嘛，下元九運我哋對眼咧，亦都非常嘅重要啊。所以亦都建議啦，每一個女仔咧，亦都係化翻個眼妝啊。咁我哋對眼如果係特別有神采啦、黑白分明嘅話咧，咁亦都喺未來嗰20年咧，亦都好容易早着先機啦。咁啊，提前行運嘅意思，亦都會令到個運勢越嚟越好啊。所以眼睛有冇神咧，其實亦都同你嚟緊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係有個非常大嘅重要嘅關鍵嚟嘅。咁所以嗱，假設眉毛靚啦，眼睛都唔錯啦，咁另外一個部位睇邊度啊？我哋40去到50歲之間咧，其實咧就係我哋鼻同埋顴嘅位置啊。所以咧，我哋嘅鼻咧，特別係我哋就41歲就行我哋山根啦，咁42、43就行我哋嘅妻座夫座啦。咁另外咧44、45咧就係行我哋嘅連上壽上啦。咁我哋嘅46、47咧就行我哋顴骨位置，48、49、50，咁亦都係行我哋嘅鼻嘅位置啦。咁當然啦，男女之間可能會有少少分別嘅。咁但係大致上，總之不論男女都好，咁我哋咧40歲去到50歲之間咧，都係行一啲叫做鼻顴運啊。所以假設啦，一個女仔可能如果佢個鼻咧生得比較高啦、直啦、有肉嘅話咧，咁亦都相信啦，佢整體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係唔錯嘅喎。同時顴骨亦都好緊要啊，因為上學方面咧，我哋成日都講啦，我哋咧上不獨論啦。我哋最緊要咧，咁亦都係咧，就係要顴鼻相配嘅意思。乜嘢為之顴鼻相配啊？顴鼻相配啦，最主要啦，咁就係代表住假設我個鼻唔高嘅，咁我個顴骨咧都唔可以太過高，但係咧就一定要有肉包。相反啦，我個鼻好高嘅喎，咁我個顴骨咧都要比較高啲，同時亦都要有肉包啊。因為顴鼻相配嘅話咧，咁就代表住啦，嗰個鼻就係代表住我嘅地位高同埋低。如果我嘅地位唔算好高，咁我個顴骨就代表住我揸唔揸到權勢嘅意思。鼻唔係好高，咁我揸嘅權又唔係好多，咁啊 OK 啦，咁就冇乜太大問題啦。相反，如果你話唔係喎，我個鼻好高，咁但我顴骨好低喎，咁就代表住我地位高，但係我揸唔到權，咁就麻煩啦。又或者可能我個鼻係好扁嘅，咁就代表住我冇地位，咁但我顴骨好高，即係我冇地位又想揸權，咁又係唔得嘅。咁所以顴鼻相配咧，對於我哋上學嚟講咧，亦都非常地重要啊。假設你有一個靚顴靚鼻嘅話，加埋靚眼睛靚眉毛嘅話咧，咁你成個中年運30去到50歲之間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非常地唔錯嘅啦。咁另外啦，咁我哋51歲咧，咁就代表住我哋人中嘅位置，同埋亦都代表住啦51、52、53、54、55。咁我哋咧上旬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要飽滿嘅，所以喺度亦都提一提大家啦。如果假設大家上旬如果可能咧係有乜嘅話咧，咁就最好盡快脫咗佢啊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咁就代表住喺我哋嘅先腹六倉嘅位置咧，咁就好似穿咗個窿，就大家可以幻想下，可能成包米突然之間呢個位穿咗個窿嘅話咧，咁就代表住我哋可能一啲嘅腸胃、脾胃方面麻麻地嘅意思，同時亦都係代表住我哋漏財局嘅意思啦。所以假設如果你話我眉眼又好靚，顴鼻又好靚，而我上旬呢一個人
人中嘅位置又比較深、比較長、比較闊嘅話咧，咁就恭喜你啦！咁就代表住你可以喺30去到55歲之間咧，咁就行大運嘅意思。同時，如果假設你而家係一個90後嘅女仔，咁我相信你嘅年紀咧就可以橫跨呢一個嘅下元九運。咁整體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非常地唔錯啦。咁所以假設你話，我各方面都唔錯喎，咁所以喺未來嘅20年咧，咁就記得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啊！因為始終咧，下元九運咧只會喺我哋而家呢一段階段出現嘅，再過多20年啦，就會變咗做上元一運嘅啦。上元一運咁到時咧就特別有利一啲嘅中男啊，咁到時候咧就可能係一啲嘅10後啊，或者可能20後出世嘅男仔啦，咁就會特別旺噶啦。好，咁我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哋未來20年到底有啲乜嘢人嘅面上可以行到運啦，或者乜嘢職業咧就會比較好少少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咁就記得要 like 啦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啊。有任何問題咧，亦都可以喺下低嗰個留言嘅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